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是在地人在地情。来看这个台南市政府今仔日甲台糖签约，要甲牛墟徙到台糖善华溪尾段，要互已经有200年历史的牛墟，也就是农业的生活市集，会当继续来经营。 生活牛墟原本地主伫咧116年八月到期，就袂阁继续出租。为着要替有200年历史牛墟，会当找到新所在继续经营，只有和台糖公司签用地开发，将台糖善华溪尾段交做善华牛墟的签锁地点。最感谢台糖能够首肯让市政府租下这一块将近5公顷的土地。那接租下来之后呢，市府将来再转租给牛墟的经营的摊商业者。因为贵国文讲，牛墟面对消息归期时，前后含林志典同齐召开座谈会和会勘，经过4年努力，确认牛墟有新地市场签锁。然后有了这个签约仪式之后呢，大家的共同记忆也可以延续，更何况它会产生一些周边的公办效应。随时代演变，嘛渐渐变做农业生活市集。不管是伫咧平常时啊，或者是伫咧拜六礼拜，都有真侪人来这活动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